头配茶韭菜，日头音乐走卡。好，来甲大家介绍这个鹅妈妈出嫁吼。首先咱听到是2023 9月16日下晡3点，咱伫这个台台视听小剧场所录的这个鹅妈妈出嫁。这场吼，这个原作词家吼林良哲吼梁德吼有来啦。伊30年前伊无来啦，迄阵咧做兵啊，即届有来吼，所以原版的这个 OS 吼，这个拷贝部分就请伊来读就对啦吼。这是这个我那算世界名曲啦。行来行去，煞看无影，红行某队，某队红行，奇怪奇怪，惊人生人袂生惊。呱呱呱A B C 在斗打的，D 无尾在斗打鬼，鬼无啊，咕呱啦咕呱啦咕，哈哈哈。头前驶来一台乌头仔车，乌头仔车，听讲因来阮兜买树啊，买树啊，一买就买咧几落百，几落百，顺线买买好妈妈，歪娶啦歪嫁啦歪嫁阮歪娶，阿爸阿爸好妈妈无爱互因娶。一栋车在地下车，五分仔车在拖甘蔗，太高了在挂目镜，因老爸是做保匠，烟吹头讲袂听。为着收钱哦，我走几落抓，五尾迄头家哦，才讲互我知影啊，无甲这个鹅妈妈咧，互因是袂得煞，咱兜就无钱通家己养。讲纯讲龙啊，讲龙啊，讲纯啊。囡仔囡仔，你是叫我是叫我是要安怎？你这个歹心是乌落岛，要死你就找人误，要逮你就放甲好，要捡骨你搁找无路，甚至摆啊耍耍个互狗啊，拖起步。妈妈要出嫁，要嫁啥人是要嫁去哪？妈妈要出嫁，是有影也是无影。妈妈要出嫁啦，要嫁啥人啊？要嫁去哪啦？妈妈又搁要出嫁啦，这是有影也是无影。妈妈要出嫁，要嫁啥人是要嫁去哪？妈妈要出嫁，这是有影也是无影。好，多谢，有好听无？大家好。所以伫1993的时阵，头一摆的鹅妈妈出嫁，
迄时伫即个嘛讲共款9月16哦，吼，伫台台视听小剧场，迄时发表是因为恁两做吼，梁德无来吼，所以阮家己念是我念口碑，念的是静雅念口碑吼，迄阵嘛是听来较爽诶，迄时当咧做音乐哦，哎哟，管恁编曲啥有诶无，真嘛搞不清楚。某对红行，奇怪奇怪，家生人袂生囝。哈哈哈！驶来一台乌头仔车，听讲因来阮兜买树仔，一买就买咧几落百，顺线买妈妈，买娶啦，买嫁啦，买嫁阮买娶，阿爸阿爸，妈妈无爱。一辆车坐阿舍，5分仔车拖甘蔗，海哥鸟你搁挂目镜，因老爸做保证，烟吹仔头讲袂听。为着收钱，我走几落纸，路尾迄头家才讲予我知影，无甲鹅妈妈咧，予因袂直煞，咱兜着无钱，通甲米店。共存，共存，共存，共存。囡仔囡仔，你是叫阮买？安怎？你这个歹心的乌落肚，要死你着找15，要逮你着放假雨，要捡棍你着找无路，厝内新纸牌啊、新线，搁互狗仔拖去步。鹅妈妈要出嫁，要嫁啥人？要嫁去倒？鹅妈妈。这是有影，也是无影。鹅妈妈要出嫁，要嫁啥人？要嫁去倒？鹅妈妈要出嫁，这是有影，也是无影。鹅妈妈要出嫁，要嫁啥人？要嫁去倒？鹅妈妈要出嫁，这是有影，也是无影。鹅妈妈要出嫁，要嫁啥人？要嫁去倒？鹅妈妈要出嫁。嘛真拄好，甲大家报告一下吼。伫2023 9月16，阮伫台台视听小剧场办这个音乐会吼。了差不多12月底时出版啦吼。伫迄阵着我那当时阵咧准备这个杨贵的台文选啦，就是甲杨贵一寡文章用台文的方式写落来。毋是干那文字尔吼，因为即马其实出册拢爱出这个有声的版本。所以这册顶悬爱有一个 QR code 吼，你甲翕落了吼，会当听到声音。所以我就负责念这个鹅妈妈出嫁啦。因为这个鹅妈妈出嫁是原来是1942杨贵原来写日文的版本。70年代杨贵家己佮甲翻做中文的版本。了后佫有英文版，哇，真侪无共款的版本。即个阮就请这个老先觉吼，这个台语老师嘛日文老师吼，甲翻做台文吼。小弟负责爱来甲即个拢总为头到尾甲念过，这声真功夫咧吼！我念一个头到尾，互大家偏帮者就对啦吼。即个小说一开始是杨贵吼，伫呢园咧种花啦，咧拄即个杂草啦吼。这一开始是安尼写啦。这是一件互人甘心袂落去的代志。春天到热天的这段期间。杂草汪汪汪的生炭，
毋那惊甲戆戆，哭调个生，哭调就个生，小看无插伊咧，一目领啊，规个园啊，就互杂草霸占去啊！哦，这是一开始的所在。啊，这个小说到结束的时阵吼，这个歌舞啊吼，就去互人占去啊嘛吼，啊个讲底下找无歌舞啦吼，啊就变成这个内容就对了吼。失去有伴的迄只鹅啊，不是甲颔棍春甲长长，越正平越倒平，发出嘎嘎嘎的声呐行。啊，我到底呢啊？你是走倒位啊？哦，这个结尾吼，这个鹅讲有口碑啦，我伫这内底吼，啊，所以敬请期待，应该是2024 9月10月吼，就前卫出版社吼、世德社吼出版这个杨贵的这个台文选，所以真出名的小说真多，甲诗啦一寡剧本会用做台文，嘛有声的部分会当来欣赏就对了吼。说用爵士乐是骗人的，就是反正就这样就对了。这个鹅妈妈出嫁吼，从1993了，其实有唱过真侪遍。我即马找一个吼，伫2022 6月吼，低头皮30周年吼，小弟出道30周年的版本，含这个爵士的乐团合作啦吼，用一个较搞怪、较古锥的版本哦，互大家欣赏一下安尼啦吼。贵人太贵了，也要顺啊！轮到一只鹅妈妈，就甲阮做伴，伊嘴尖尖看大大，啥其实看无见，我行，你怪，但是袂。到法规，800尺、500尺、300尺。
后就自头配茶韭菜，低头音乐走卡。